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會睇一個453尺嘅兩房單位。兩房有唔同嘅積，今次咧會睇兩個房拍埋一齊嘅。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客飯廳寬敞，門口側邊咧亦都設有鞋櫃同置物嘅空間。廚房呈 L 字形，有齊晒洗衣機、雪櫃，儲物空間都非常之多。上面亦都設有特別嘅5金配件。備餐空間、星盤嘅大細都十分之足夠。露台亦都尚算寬敞。第一間睡房，跟住到洗手間，淋浴缸嘅設計，做好晒鏡櫃、洗手盆櫃，後面呢亦都留有插座嘅位置。跟住我哋嚟到主人房，近窗口嘅位置可以放床，近門邊嘅位置可以放衣櫃。呢個位就俾大家出去唞唞氣。有興趣嘅話呢，就記得揾我參觀啦。